有人讲台顶3分钟，台骹就爱拼1声。咱来看高雄有一个歌戏团的团长，伊专工成立一间歌戏的体验馆哦，有戏台，有戏服，会使学脚步、手路、学唱戏。伊希望每一个人拢会使来体验，认捌咱台湾的传统歌戏。哇！来换手简单的手势甲戏文，囡仔学了真紧。参加营队的囡仔，跟咧阿良团长后壁，第一步爱先学上台自我介绍。我甲林志涵要去学歌戏。爱学身段，学拍锣鼓，这阵囡仔上有兴趣的，就是体验穿戏服。勒头巾呢要吊眉，就是要把眉毛这样。哇，你要把它绑勒起来，这样比较不会掉头。因的妆我也介好看，而且因的衫嘛介好看。我就早差不多2岁时阵，我是看到迄个新疆的衫，我就讲新疆该出去看更麻烦，然后我就直接演歌戏就好啊。我外婆带我去庙口那边看过，我就觉得她服装很好看，那妆也涂得很漂亮。2天的戏剧营队，囡仔就分组剧本化妆搬歌戏。甘明良负责全部的课程。伊去年底伫个高雄成立这个体验馆，毋但重现德国病，请师傅亲手为戏台布景。后台嘛有真济因爸母的戏团收藏几10档的宝。有新的戏服以外，嘛有一寡咱旧的宝藏的物件，互大家知讲哦，原来歌年要几百年的历史，内底有遐尔侪文化。包含咱服装，每一个时期，你看咱服装的一寡配件，你就知迄个时期流行啥物。甲民良讲，因为厝内有歌戏团，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就学唱歌戏。大汉了后，毋但搬戏，伊嘛编戏做导演，作品有传统的，嘛有现代的。有时间就四界教囡仔唱歌戏。这个时代流行啥物，阮就做啥物。所以我感觉歌戏的上大的危机是安怎？是咱无进步。咱本身咱忠实人嘛也无进步。咱的囡仔需要实地去摸着、去看着、去听着，去真正去演着。伊较都感觉着讲，哦，这个文化伊的存在的空间。虽望即马真侪囡仔台语袂认得，有诶佫毋捌看过歌戏，伊希望透过体验，互大家真正了解歌戏是啥物，真自然歌戏的文化就会当保存。记者陈亚文华为做高雄报道。